電子產品代工大廠龍奇科技招股，一手入場費3131個3，抽唔抽？電子產品代工大廠龍奇科技961114號起至19號招股，已於 A 股上市嘅電子產品代工大廠龍奇科技計劃發行5225.9萬股 H 股，一成於香港作公開發售，發售價最高31，集資最多16.2億，每手100股，一手入場費約3131個3。龍奇科技 H 股預期將於1月22號掛牌買賣，花旗、海通國際、國泰君安國際為聯席保薦人。根據招股書，2022年赴2024年，龍奇科技實現收入分別為293.43億、271.85億、463.82億。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分別為5.61億、6.05億。龍奇科技嘅客戶包括小米、三星電子、聯想、榮耀、OPPO、vivo 等知名企業。2022年赴2024年，五大客戶為龍奇科技貢獻咗87.6%、79.6%同埋82.2%嘅收入。最大客戶為龍奇科技貢獻咗45.5%、42.4%同埋37.2%嘅收入。集資所得款項淨額約40%用於擴大集團境內外嘅整體產能，從而增強自有生產能力；約20%用於支持持續嘅研發工作，特別係加強關鍵領域嘅自主研發同創新能力；約10%用於加強境內外嘅市場營銷及客戶拓展工作；約20%用於支持喺全球嘅戰略性投資或併購，及約10%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上海龍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全球領先嘅智能產品及服務供應商，為全球知名嘅智能產品品牌商以及領先嘅科技企業提供全面解決方案，當中包括產品研究、設計、製造及相關支持服務。據資料顯示，以2024年消費電子 ODM 出貨量計算，集團位列全球第2大消費電子 ODM 廠商，市場份額達22.4%。若以2024年智能手機 ODM 出貨量計，集團則係全球最大嘅智能手機 ODM 廠商，市場份額佔32.6%。龍奇科技集團多元化嘅產品組合涵蓋智能手機、AIPC、汽車電子、平板電腦、智能手錶、每手環以及智能眼鏡等。與此同時，集團已建立起廣泛嘅核心客群，當中包括小米、三星電子、聯想、榮耀、OPPO、vivo 等業界領先品牌。龍奇科技集團客戶主要為全球領先嘅智能設備品牌以及頭部科技公司，其收入主要來自全棧 ODM 解決方案以及與集團智能產品相關嘅增值專業服務。